除了游行，有剧团伫咧228纪念基金会广场表演以228甲白色恐怖事件做主题历史戏剧，希望观众会当了解这段历史的意义。用唱声甲音乐开场，带出228白色恐怖时期一群少年仔，互政府特务掠走拍门。伫这个特殊的日子，有现场观众感受真深。透过无语言的肢体的形式，带给大家一种氛围跟感受，所以而不是就是历史课本上的字句。透过这样子的一个切入点，让大家来感受一下这件事情，其实并没有离我们很远。剧团甲室内演出搬到228纪念基金会头前的广场，规出戏分做几若段，其中嘛讲到过去较少人知有关国防医学院学生互政工伫学校组织读书会，所有人掠去，庆过了后，遗体搁转来学校的故事。他跟家属说不要来领他的尸体，他希望成为国防医学院的大体老师这样子。对这个角色而言，他的感觉是非常乐于去付出的，乐于分享自己给这个社会的。剧团表示，戏剧活近甲民众接触，毋若是特当做纪念尔，搁较希望观众深入了解历史。另外，剧本的内容，过去嘛捌访谈过受难者的家属，考察文书资料等等，希望把这段过去用无声的动作表达出来。记者陈阿文李玉凯台北报道。